嘅功能啊。咁我最尾咧就係咩啊？血液乾淨，你嘅呢個白血球喺血液中咧就比較活躍，佢可以增強你嘅抵抗力，係。所以呢個亦都可以講咧係人嘅四大命根。所以咧電位咧有四大功能，針對我哋人體嘅四大命根，係。好似一啲皮膚嘅問題咧，就係新陳代謝嘅問題嚟嘅，係。我哋嘅器官弱啊，開始退化，亦都係佢嘅新陳代謝嘅問題。咁好多人咧仲未用得有效，係或者用得冇效，或者點樣樣咧，做咩咁耐嘅咧？都係同我哋嘅新陳代謝有關。係啦，我哋嘅皮膚幾多日換一次？我哋嘅皮膚嘅細胞幾多日換一次？28日，28日大概係1個月，係咪啊？所以咧皮膚嘅見證咧好快，係好快嘅。OK， 黑斑淡化係可以喺1個月入邊睇到㗎，因為你嘅新陳代謝快咗啊，係啦。不過雖然講快咗，係咪成身嘅新陳代謝、皮膚嘅新陳代謝都係用咗1個月就完全成身都好咧？由頭到腳趾尾都好咧？唔係，佢都係跟住點樣樣咧？你嘅速度、你嘅年齡，可能你嘅速度就係年輕嘅咧，可能就係咩啊？1個月入邊1個月入邊，佢大部分80% 都換晒身嘅。所以咧BB 嚟講咧就點樣樣啊？哇！佢嘅肌膚係點樣樣啊？除咗滑，仲係有彈性，係咪啊？彈性。上咗年紀咧，用 M-Life 用咗1個月2個月，有翻彈性有冇啊？你試摸下你隔離嗰個，仲未有係咪啊 ？OK 不過你要時間，因為點解佢慢咗啊？佢冇辦法換80%，佢可能淨係換1個10%，咁我哋又重複10次，係咪啊？係啊，所以我哋紅血球幾多個月換一次啊？120日啊！120日係幾多個月啊？4個月一次。單一個紅血球4個月一次，不過我哋唔係4個月一次咧就換晒我哋嘅紅血球 ，no， 佢可能以你嘅體質，因為你曾經有過癌症，或者曾經有咩心臟嘅問題，你嘅血已經係輸足咗好耐啦，可能佢換多5%，即係4個月換5%，咁我哋有幾多個月先至換晒100%咧？如果係數學咁樣計。哇！80個月，80個月幾多年啊？接近7年咯。7年啊？有7年冇？我諗我冇。冇啊！咁快就答啦。OK 7年所以係咪即係講，如果你了解咗咧，你就唔需要用 M-Life 用得有耐心咗。大家明白冇啊？我只係我哋表達嗰樣嘅嘢啫。你唔需要有耐心地用 M-Life 咗，你唔需要。我哋鼓勵你繼續用啦，因為你明白咗呢個原理。我哋嘅新陳代謝嘅快慢唔由我自己嚟控制，不過可能我拎得嘅時間比較耐啲，就係因為個新陳代謝佢冇辦法響定時嘅換得咁多。咁有啲人咧，我換10輪嘅4個月，咁我40個月，咁我恭喜你咯，3年半載就 OK 咯，就變成一個哇，好似一個比之前咧健康嘅水平更加高嘅人。係啦，咁不過有啲人的意思話要用點樣啊？7年喎，點解啊？同你血嘅新陳代謝有關。咁好多嘅器官有佢嘅唔同嘅週期嘅，其實好似我哋嘅肝臟係7到1年，7個月到1年啊，即係7個月到12個月。咁如果你係個肝係曾經係傷過嘅，咁係咪更加慢咧？咁你有膽固醇嘅嚟講，係咪要7個月咧？因為膽固醇同咩有關？同個肝有關。所以急唔嚟㗎，你用我用咗3個月4個月都仲未好嘅，我去檢查我血仲係咁高喎，係啦，正常啦。如果你冇呢個常識係正常嘅，咁而家你有咗呢個常識咧，你就開始了解啦。我明白咗 ，OK， 可能我肝要用幾年嘅時間，因為佢12個月最慢12個月佢會更新一次，可能佢更新嘅係更新25% 嚟講，我就要4年25。不過你唔好忘記喎，4年前更新咗嘅，4年後就變翻乜嘢啊？就變翻舊咗先，幾時先好啊？所以咧，你要點解要日日用就咁樣咯？日日用咧，你就可以維持、保持、maintain
唔可以俾佢咁快老化，大家明白喎？係嘛？OK，so 你明白咗好啦。咁其他嘅咧，哇！你有冇興趣知道啊？心肝脾肺腎係可以幾耐㗎？有興趣喎？有啊 ？OK， 下一次嚟。今日冇時間講晒。我同你講，我係睇住嗰個㗎，不過嗰個好似冇電池啊。而家幾點啊？3點40分㗎啦！你要出手勢啊！我睇到嗰隻好似唔對路。1點喎，上嗰都度。仲係1點05分啊！咁我要講到幾時先結束咧？繼續講啦，繼續講。繼續。